迎翻到嚟 Nutcracker Travel，我係 Pauline，我係阿謙。咁我哋而家身處呢個下呂，咁下呂呢，就係日本嘅三大溫泉。今次呢，我哋就會嚟一個下呂溫泉嘅一泊二食啦。咁今朝攞場好大嘅雪，咁好期待。好，即刻出發啦 ，Go！完成咗朝頭早喺名古屋嘅行程之後，我哋返到名古屋站，準備乘搭火車去祈阜嘅下呂。我哋要乘搭嘅火車係 JR 特急飛驒號，車程大約1個半鐘頭，響 Klook 買飛，價錢係港幣274蚊。由名古屋去到祈阜嘅頭20分鐘嘅車程，列車先會以反方向行駛。我哋登上咗呢個 JR 飛驒特急。上車之前呢，我哋就喺名古屋站嗰度呢買咗2個鐵道便當。咁一個係照燒雞啦，一個係松板牛。我唔客氣啦！日本嘅鐵道便當真係非常之有水準啊！每一個都誠意十足。你會想食照燒雞定係松板牛呢？日本嘅鐵道便當嘅花款係多到真係食唔晒，而且質素全部都唔差。而家變翻順方向咯。喺日本，鐵道便當真係非常之有風味，建議大家嚟日本坐火車都要體驗一下。列車經過犬山城。由於列車行走嘅高山本線係冇架空電纜 ，JR 特急飛驒號係一架柴油列車，除咗間中會有一陣柴油車嘅廢氣味道，整體嘅感覺都係非常之舒服。經過大約1個半鐘頭嘅車程，列車終於嚟到下呂啦。到埗嘅時間係下晝4點半。下呂站嘅大堂比大城市嘅車站大堂要細好多，出閘都係人手收飛。離開車站之後，會有溫泉旅館嘅司機向車站出邊舉牌接待客人。大家只要登上旅館提供嘅穿梭巴士，就可以免費由車站前往旅館。我哋入住嘅旅館係望川館，巴士會先前往另外2間旅館，最後嘅終點就係望川館。下呂溫泉望川館係1818年創立，建築經過多次修葺重建，因為景觀可以望到出邊嘅飛驒村，所以就叫做望川館。望川館坐落喺溫泉街嘅盡頭，雖然帶住行李有少少唔方便，但係勝在有穿梭巴士服務，而且環境比較寧靜，係遠離煩囂嘅理想選擇。望川館有濃厚嘅平成時代風格，雖然裝修感覺比較舊式，但係咁樣先至有老牌溫泉旅館嘅味道。有好多名人都曾經住過喺呢度。check in 之後可以喺櫃枱隔離借用浴衣，而其他配件已經喺房入邊準備好啦。揀好浴衣之後就可以上房。好彩，我哋被安排到最高嘅6樓，即係景觀最開揚嘅一層。望川館有部分房間設有私人風呂，但係因為價錢比較貴，我哋又冇呢個需要，所以就揀咗呢間普通嘅房間。再去樓下嘅溫泉浴池浸溫泉。向亞高台預訂房間，一泊二食嘅價錢係港幣1550蚊。哇，個景幾靚喎！房間係傳統嘅日式裝修，地上面鋪咗榻榻米，真係好有風味啊！客廳有一張茶幾仔，坐得耐真係會腳痹㗎，仲準備咗溫泉饅頭同埋茶包，熱水煲同埋茶杯就喺客廳嘅角落。哇，好大啊！我話好舊式嘅廁所嚟嘅喎，真係好90年代喎。雖然感覺真係比較舊式，但係設備一應俱全，而且非常乾淨。雖然係溫泉旅館嘅房間，但係都設有浴缸，望出窗出面可以見到飛驒村同埋火車軌。換好浴衣之後，我哋就出發食晚飯啦。
我哋住喺6樓啦，我哋個食飯嘅地方咧都係喺6樓嘅。嚟到走廊嘅盡頭，就會去到6樓嘅餐廳長陽。餐廳環境寬敞，餐台之間有充足嘅空間。晚餐係充滿奇埠風味嘅懷石料理套餐，有三文魚丸石手蜂窩、銀雪幽庵燒，仲有各式各樣嘅前菜。就由麵子湯開始先啦。呢個懷石料理套餐嘅主菜就係飛糖牛撲熱味噌燒，套餐仲包括一杯細細嘅日本酒。好好飲啊！咁我就茶碗蒸啦，茶碗蒸先啦，實淨少少，好似真係燉蛋咁嘅咁口感。佢嘅蝦唔係原隻上嘅喎，佢係打造蝦蓉然之後上嚟嘅。下一味係刺身，包括隻燒煎魚同埋甜蝦。個面嗰陣應該係烘過，即係烤過。刺身嘅水準都唔錯。大家仲可以額外叫一啲酒精飲品，會喺 check out 嘅時候收錢。跟住落嚟睇下蓋物，又稱為飛龍頭嘅豆腐炸丸子。飛龍頭嘅味道非常之香口。佢豆腐嚟㗎，應該係我最中意嘅腐皮。好，今晚嘅重點，飛糖牛，味噌煎嘅，個牛好香。個牛係喺味噌味之後先出嚟嘅。試下個團啦，團肉就係2片嘅啫，都係味噌味嘅。佢就有個三文魚丸啦，食物質素都唔錯。係啊。食完懷石料理晚餐，我哋就返房間休息一陣，準備落樓下浸溫泉啦。喺食緊晚飯嘅時候，職員已經為我哋鋪好咗床鋪，真係好期待喺呢個被窩入邊瞓覺啊！休息咗一陣之後，我哋就帶埋毛巾出發去樓下浸溫泉。溫泉係電梯嘅 B 字樓，但係大家可以放心，溫泉並唔係響地底嘅。出 lift 之後，本身嚟到一條走廊，溫泉嘅入口就喺走廊嘅另一邊。穿過走廊就好似穿過一條時光隧道咁，兩邊掛住好多同下呂溫泉同埋望川館有關嘅資料。嚟到溫泉嘅入口，要再行落一層樓梯先至會去到溫泉。裡面係禁止拍攝嘅，但可以話俾大家聽嘅係，入面有一個室內溫泉同埋一個露天溫泉。大家要想知道入邊嘅環境，就要嚟親身體驗啦。浸完溫泉之後，當然要飲翻支牛奶，據說可以令人更加容易入睡。飲完牛奶，我哋就翻房間休息，準備聽朝去下呂溫泉街行下。估唔到到第二朝早會有一個驚喜等緊我哋。嚟到第二朝早，下呂落咗一場大雪，雖然唔足以令地面積雪，但係飄雪嘅景色真係好靚。我哋返到嚟旅館嘅餐廳，食一撲二食嘅早餐。早餐係和式定食，食物嘅種類依然係非常之豐富，有3食性。包括玉子燒同埋牛蒡金平，仲有鹽燒三文魚同埋雞肉丸鍋。裡面除咗雞肉丸，仲有冬菇同埋大葱。佢呢個鍋物有好濃嘅冬菇味，試下先。鬆鬆地嘅一個質感係個口感，仲配有一個比較西式嘅沙律前菜。係真係火腿喎。和式定食唔可以缺少嘅係植物。都係好欣賞佢呢啲植物。佢呢個麵先係茄子幾好味嘅喎。啱睇落都好飯。你竟然唔食玉子先？最好嘅留翻最後食咯。日本嘅玉子真係冇得輸。定食仲配有紫菜，大家可以包住白飯嚟食，其他材料可以自由發揮。最傳統就係配埋酸梅。食完早餐，我哋就返房，準備收拾行李，然之後 check out。呢個景色真係靚到令人唔捨得走啊！
但係冇辦法啦，我哋嘅計劃係先去大堂 check out， 將行李 store 向旅館之後，去下呂溫泉街行下，中午再搭火車離開下呂，唯有下次再嚟欣賞過呢個咁靚嘅景色啦。大家又會唔會考慮響下呂留宿，體驗一泊二食呢？望川館係一間比較經濟嘅溫泉旅館，服務同埋食物質素都非常之高。大家如果嚟下呂浸溫泉，不妨考慮一下入住望川館啦。離開旅館之後，大雪變咗微雨，我哋由旅館出發，行落去下呂溫泉街。可能會有朋友留意到，下呂周圍都佈滿咗青蛙嘅裝飾。今日因為下呂嘅日文音 Giro 同日文青蛙聲 Kero 好似，所以青蛙就成為咗下呂嘅吉祥物。我哋本來打算買好出名嘅青蛙布甸，但係由於時間仲好早，鋪頭都仲未開門，我哋就去咗隔離嘅溫泉博物館行下先啦。位於下呂溫泉街嘅下呂發溫泉博物館係日本極少數以溫泉為主題嘅博物館，面積雖然唔大，但係就收藏咗大量珍貴嘅資料。嚟到下呂，當然梗係要參觀下啦。成人門票400 yen。溫泉博物館。下呂發溫泉博物館主要分為3個展區，左邊係一個以日本溫泉旅遊為主題嘅展廳，牆上面掛滿咗日本各大溫泉名勝嘅海報。大家有冇去過任何一個呢？展櫃都指出咗日本各大溫泉嘅資料，例如唔同溫泉嘅屬性同埋功效。怪談，熊出沒注意。食鹿餅你，快啲食鹿餅。仲有各種溫泉有溫嘅土產手信。我想帶啲飛糖翻去做手信啊！展廳入邊仲有一個下呂嘅模型。博物館嘅第2個部分係展廳隔離嘅一個資料室，收藏咗大量有關溫泉嘅書籍同埋文件。嚟到博物館嘅第3個部分係一個關於溫泉科學嘅展廳，展示各種地質同科學嘅展品，包括各樣嘅溫泉結晶。咁大嚿紫水晶，會唔會好旺姻緣呢？呢度收埋有啲唔同溫泉嘅水。我呢支係道後溫泉。呢度唔同嘅化學性質，將日本各地嘅溫泉水分類，等大家了解日本各地溫泉嘅特性。有馬溫泉啊，出名啊！啲水真係黃黃地嘅喎，同其他溫泉水嘅顏色唔同。我呢個國建溫泉嘅水呢，就係綠色添嘅，嗰啲沉積物。現場仲可以做實驗，測試各地泉水嘅酸鹼度。首先將酸鹼度試紙放喺托盤上面，再喺試紙上面加上泉水，然後觀察顏色嘅變化。由於下呂溫泉泉水嘅酸鹼度係偏向中性，所以顏色就冇明顯嘅變化啦。溫泉博物館仲有一個戶外嘅粥湯，如果大家想嚟浸粥湯，記得自備毛巾抹腳啦。哇！呢度都幾得意嘅喎，關於溫泉嘅資料都幾多，同埋最緊要嘅咧就係可以浸湯。如果想深入了解溫泉，呢度真係不二之選啦。當然，除咗溫泉博物館，溫泉街上面都可以揾到免費嘅粥湯，但係人流會比較多。我呢個係咪掂得㗎？哎呀，係熱嘅 ！Oh my god， 好舒服啊！溫泉街上面周圍都可以揾到手湯。喂，行未啊？走啦！哎呀，唔得，我要掂多幾嘢，我要煮熟隻手為止。隔離下呂 Pirin 開始做生意啦。啱啱開門就已經排晒長龍。下呂 Pirin 主要發售6種布甸，售價450到550 yen。大家會想食邊種味道呢？真係令人花多眼亂啦！買咗布甸就可以喺鋪頭入面堂食。
蓮味道香濃，口感都非常之幼滑。經典原味有好濃嘅蛋香，咖啡口味甘甜，牛奶口味香濃。哇！青蛙神社啊！嘉惠樓神社喺2010年建立，嘉惠樓即係青蛙叫聲嘅日文音 Kero， 係供奉青蛙嘅神社。本堂入邊有一尊青蛙神像。依照慣例，入屋叫人，入廟拜神。離開嘉惠樓神社，我哋向山上出發。嚟到一條通往山上面嘅樓梯。雖然兩邊係墓園，但係唔會有好恐怖嘅感覺。當然建議大家唔好響夜晚嚟啦。下呂溫泉寺最早建於1671年，供奉咗藥師如來，信眾會嚟祈求身體健康。藥師如來像側邊有溫泉湧出嚟，供奉咗之後就可以用泉水暖下隻手。由於登上下呂溫泉寺要上173級樓梯，呢度可以以比較高嘅角度欣賞下呂嘅景色。雖然今集嘅主題係一泊二食，但係如果大家只係可以安排下呂一日遊，溫泉街帶都有好多間溫泉浴場，又有啦，或者係去唔同嘅鋪頭體驗免費嘅手湯啦。佢都係白白地色嘅喎。行咗一段時間，少不免需要去洗手間。響下呂大橋路口羅遜隔離就有下呂溫泉神社。溫泉神社當然有提供免費嘅手湯，但係最重要嘅係溫泉神社隔離有公共廁所俾大家行個方便。下呂真係一個清幽寧靜嘅地方，可以俾大家放低忙碌嘅生活，感受溫泉帶嚟嘅能量同埋放鬆。下呂嘅行程嚟到尾聲，我哋返旅館攞返行李，出發前往火車站。我哋要乘搭 JR 特急飛驒號去高山。等緊火車嘅時候，可以喺大堂入邊嘅鋪頭買土產，例如溫泉饅頭。號車ですね。はい、じゃあ24番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咁我哋就登上咗呢個 JR 嘅飛驒號，就離開呢個下呂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 video 嘅話咧，記得要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嘅話咧，亦都歡迎喺下面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喺高山再見啦，拜拜。下一集我哋繼續奇法嘅行程，乘搭 JR 特急飛驒號嚟到高山，參觀江戶時代嘅古蹟高山陣屋，感受古代日本嘅傳統氣息。走過高山嘅三丁路街，手刮地道嘅日式小食。飛驒牛肉包啊！乘搭龍飛巴士，穿過白茫茫嘅雪景，嚟到世界自然遺產白川鄉。哇！真係跣到仆街啊！一齊同我哋探索高山白川鄉。呢度有個手湯添啊！喂，凍嘅。